日本導演清水崇新戲《魔女宅急便》喺觀塘舉行特別見面會，全黑打扮嘅麥浚龍就話自己係專程嚟可賀對方㗎。我記得做緊僵屍後期嘅時候，其實佢都有同我呻過話，好多人一聽到佢嘅名都會諗起鬼片。咁佢嗰陣時，即係基本上我哋做緊後期嘅時候，佢已經話佢籌備緊《魔女宅急便》。咁估唔到咁快之後佢已經拍完，咁我係好戥佢開心嘅。Juno， 你會唔會學清水崇咁拍翻個動畫題材真人版啊？我驚我唔識拍啫，我驚，即係我諗係咯，因為我都未睇。咁當然佢個題材本身好經典啦，我覺得好大壓力嘅。咁我而家寫緊嗰個都係犯罪題材嘅戲，咁都係即係兒童不適宜嘅都係。咁可能俾多幾年時間我兒童不適宜，先至再考慮拍啲即係兒童適宜嘅電影。嚟緊今年10月，僵屍會喺日本上映，咁其實到時候宣傳，咁佢都會過嚟幫手咁樣。